各位齊浸家弟兄姊妹，主內平安，歡迎你收聽周五靈修分享。今日係2025年6月27日，同我哋分享嘅係林家豪傳道，錄音劉慶恩姊妹。今日嘅主題係甘願天真的禱告。經文以賽亞書43章1至5節。雅各啊，創造你的耶和華，以色列啊，造成你的那位，現在如此說：你不要害怕，因為我救贖了你。我曾提你的名召你，你是屬我的。你從水中經過，我必與你同在；你渡過江河，水必不漫過你。你在火中行走，也不被燒傷，火焰必不燒着你身，因為我是耶和華你的神，是以色列的聖者，你的救主。我使埃及作你的贖價，使古實和巴西代替你，因我看你為寶貝，為尊貴，又因我愛你，所以使人代替你，使萬民替換你的生命。你不要害怕，因我與你同在。我必領你的後裔從東方來，又從西方召集你。以前中學嘅時候，曾經與社區長者中心合辦一個叫做長者學院嘅活動，邀請長者嚟到學校電腦室學習使用電腦，由開機到學習使用 Facebook。喺呢一個嘅過程中，上一秒有人對我話：靚仔，咁都唔識啊？等阿婆教你啦。下一秒開課之後就對我話：老師，呢一個到底點樣用啊？喺我嘅眼中，佢哋稍顯笨拙嘅手，並唔係愚蠢，而係可愛。講到呢一度，我發現我哋禱告其實亦係一樣。講到禱告，我哋相信禱告係應做嘅事，甚至係想做嘅事。但係喺實況同實行之間，仿佛存在一道鴻溝。我哋都經驗過唔想禱告嘅煎熬。我哋既渴求禱告，卻又逃避禱告。係乜嘢攔阻我哋禱告呢？可能連我哋心裏面都想唔清楚。可能有人會解說咁講，工作與家庭嘅責任令人忙得喘不過氣來。但係呢啲都係託詞。人點樣忙碌，亦唔會冇時間飲食、睡覺、聯誼。其實窒礙我哋禱告嘅係更深藏、更重大嘅東西。我哋喺呢一個現代人幾乎都有嘅通病，就係以為萬事俱備先可以禱告。喺認真地禱告之前，我哋嘅生命必須作出調整。我哋必須認識更多禱告嘅方法，或者係研習更多關於禱告嘅詩版。喺呢啲事數之不盡。當然，我哋唔係講呢啲嘅事情關注唔好，我哋其實亦要花時間探討關注呢啲嘅事情。不過禱告嘅起點卻被我哋搞錯咗，甚至係本末倒置。我哋以為掌握咗禱告嘅方法，就好似我哋掌握咗新科技一樣，我哋必須將自己放在居上嘅位置，我哋必須勝任十足，掌控自如。事實卻係恰恰相反，禱告係將我哋自己放喺居下嘅位置，
我哋冷靜地，而且刻意地交出自己嘅控制權，令自己變得無用無能。我認為一位靈修學者埃米莉·格尼芬講得十分好，佢話禱告係甘願變得天真。我哋從前以為必須校正一切嘅動機方式先可以禱告。打個例子，有啲時候會聽到弟兄姊妹，特別係剛信主嘅弟兄姊妹話：我唔懂得禱告，都係你帶領我哋禱告吧。我唔懂得禱告，一陣間講錯咗，得罪咗上帝就唔好啦。因此我哋決定唔再禱告。除非我哋嘅動機變得純正，方式變得毫無瑕疵，我哋都唔想變得虛偽嘛。我哋知道上帝係又聖潔又公義嘅，我哋知道禱告唔係施魔法、念咒語，我哋知道唔可以利用上帝滿足我哋嘅私慾，但係呢啲一切本該是好嘅自我反省，卻係癱瘓咗我哋嘅禱告生活。仲記得耶穌基督呼召門徒要學好似小孩嗎？最近我想到呢一段經文，淺思下，點解耶穌要門徒回轉成為小孩呢？就係小孩內心天真，想法亦簡單直接，唔好似成年人世界爾虞我詐，充滿計算。另一方面，小孩亦未發展出有啲咩能力，冇乜嘢可恃自誇。回轉成小孩嘅禱告，就好似將我哋居下，甘願天真。事實上，我哋人人都帶着混雜嘅動機去禱告。為他人與為自己嘅，慈心與狠心嘅，甜美與苦毒嘅。坦白咁講，我哋今生今世亦好難分得開好與壞嘅，純潔同不純潔嘅。就好似上帝創世嘅時候，唔係將黑暗滅掉，而係創造光，將光暗分開。我哋嘅暗必然存在，但係喺我哋與神交往中，我哋漸漸領略到神係心胸廣大嘅，能夠接納我哋嘅良莠不齊。我哋無需聰穎，完全純潔。恩典就係呢一個意思。我哋不僅係靠恩典得救，更係靠恩典度日，靠恩典禱告。讓我哋一同禱告啊！賜予恩典嘅上主啊，你嘅愛係何其寬大，先能夠接納到不潔嘅我哋。當你話愛我哋嘅時候，求你使我哋能夠放膽向你禱告，亦讓我哋能夠按你嘅旨意跟隨你所呼召嘅過活，甘願順服。我哋嘅禱告係奉救主耶穌基督嘅名祈求，阿門。讓我哋一同以詩歌禱告，堅定我哋跟隨上帝嘅心。祷告，因為我渺小；禱告，因為我知道我需要。
假装不了祷告，因为你的爱我需要，你关怀我走过的你都明白。有些事我只想要对你说，因你比任何人都爱我，痛苦从眼中流下，我知道你为我擦。在早晨我也要来对你说，主耶稣，今天我为你活，所需要的力量你天天赐给我，你恩典够我用。知道我需要明了，你心意对我重要。祷告，已假装不了。祷告，因为你的爱我需要。关怀我走过的你都明白。有些事我只想要对你说，因你比任何人都爱我，痛苦从眼中今天我为你活，所需要的力量你天天赐给我，你恩典够我用。有些事我只想要对你说，因你比任何人都今天我为你活，所需要的力量你天天赐给我，所需要的力量你天天赐给我，所需要的力量你天天赐给我，你恩典够我用。所需要的力量你天天赐给